上條片教咗各位點樣開個人積金易戶口，今條片就教各位老闆們點樣去用積金易去管理員工 MPF。老闆咧喺智方便嗰步驟係完全一模一樣嘅。咁但係去到 eMPF 嘅時候咧，喺呢個位登入就要揀僱主，多數咧第一次就會話未能找到你嘅賬戶。咁入到嚟咧，第一個步驟就先填個人資料，而中間電郵同埋手提電話咧，咁都要驗證。公司獲授權人就係平時簽方嘅時候邊個負責簽名咧，咁就係邊個名嚟嘅。編號方式可以揀短信啦，或者電郵都得。積金易咧就會有個啟動碼，以前咧會 send 個信俾你啦，或者喺你平時登入開嘅 online platform 嗰度會見到。咁就填埋商業登記證 ，upload 一個叫做公司獲授權人嘅表格 ，upload 嘅 BR 啦，又或者係你嘅積金易啟動碼嗰封信，大概等2日左右咧，佢就會 send 一個確認碼俾你去啟動翻你嘅 online 賬號。僱主申請積金易嘅時候，好多時都會唔成功 ，scan 身份證 detect 唔到啦，又或者成日彈 app， 所以咧我都係準備嚟紙本嘅方俾大家去處理員工供款嘅。各位老闆如果真係搞唔掂嘅話，歡迎隨時揾我幫手啦。